后十字韧带是膝关节韧带上粗用的，主要的功能是控制胫骨加膝关节活动度来维持稳定。一般的长期拢会先靠传统的药物甲复健治疗，但如果无改善，才会来做常见的手术。毋过伫咧手术后拄开始，嘛必须要使用膝关节支架，将骹头骨固定伫咧垂直的状况，一直等甲韧带稳定，才来增加弯翘的角度，并且进行渐进式的复健。现在有一种智慧型的膝关节支架，透过支架顶面的感测器，就会用伫咧厝内家己来做复健。这位患者就是后十字韧带断裂了合并这个外侧的副韧带群的一些断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的手术就是一并把多条的韧带做一个重建的手术。那手术完之后的复健其实也相当重要。好，那这个病患最后使用的这种是智慧型的膝支架。好，那它里面除了有这个角度的一些限制维持一些它的一些承重或者是行走方面的一些提供一些稳定度之外它里面还有增设一些内建的 APP 包括一些复健的一些疗程可以它免于说它可以在这个医院跟诊所的这个复健这个治疗中间要奔波劳顿这样子。因为当时有医生有问我说，有需要每天就到医院回来复健吗？还是就是穿这个支架？那我那时候就选择说穿支架，就是至少在家里面我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那不需要，因为我可能从家里面到医院需要花半个小时，那我可以省下这个来回通勤的时间。那还有就是在复健室候诊的时间，那其实在家里面就是做复健，那搭配它 App 里面有一些动作的指导，其实我是觉得成效也是蛮不错的。对，至少说我可以知道说我的动作有没有做错，那影片的部分也可以重复的观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感测器它也会侦测说你的动作有没有做错。对，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蛮神奇的。就是我如果脚可能歪掉或是可能角度不对它那个 app 就会提醒你，然后叫你可能修正你的动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省下很多时间医师甲患者表示，有这套智慧型的膝关节支架，配合 app 的教学，不但操作简单，而且嘛容易来上手。而 app 的记录嘛会当将进度回馈给医疗团队，提供后疫情阶段居家复健的新选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